下来继续来看，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表态，要选新北市长，嘛期待会当甲国民党合作，推出一组上强的人选。国民党目前参选新北市长上热门的人选，就是台北市的副市长李四川。黄国昌早起甲蒋万安会面，讨论公道的代志，双方的互动真受到注目。在蒋万安致辞的时阵，佫特别来讹到着李四川。 这是我们勇敢的第一个。拜会台北市长蒋万安，搁早民众党的小本来宣传，张家都宣布要参选2016年新北市长的黄国昌，今日就来到台北市政府。不同的党派彼此之间，大家为了台湾，为了这块土地，为了台北市，能够接续的努力。特别我们的理工一哥川博，也时常跟他聊到，他也给予我们很多的 意见跟看法。虽然副市长李四川根本无在场，也毋过蒋万安的致辞，佮特别讲到起，都看得出李四川的重要性。毕竟伊嘛是红点名代表国民党参选新北市长的热门人选。党内人士佮分析，若是哪样让黄国昌去选新北市长，等于是迫害蒋万安甲李四川双北同盟，甚至会出现2028罗昌培选总统的可能，也打乱2032年蒋万安的接班布局。黄国昌面册相片先画掉，敢若心内已经有主张。也毋过哪样内部，包括着李四川、洪炳凯，甚至是新北市副市长刘和前，拢互看作是可能的人选。那真正变样，这影响就大咯。前国民党的秘书长李乾隆就讲，参选毋是先讲先赢，国民党伫台北市已经有胜选实力的人选。 应该透过民主的听书和南北合的机制，推出一个会当赢的人。参选是每一个人的权利，欢迎任何人想为新北市做事的，我都是欢迎的。新北敢有要南北合，牵动着两党全大的布局。黄国昌敢有必选新北市长，各有真侪变因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